你前头前跟头前。这些咱把那动作是这样，这就发生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啊，那个非常触摸，成功嘛，快乐的。慢慢啊，另外一个啊，这角度就很小，不像你这么大。好，这样走过来啊，大家的耳机，那个是不是这样？那七啊来哦，那几个几个？好，再下去。哎，好，你们摸出来容易好，再下去。那呢，它比较爽，啊，那右边的角度比较小，下去看看，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去手摸？因为咱摸摸的安尼做拢是练个平常为什么？咱的关节才有8节，8节安尼你安尼叮当随便是边啊练个叮当，不是安尼不是安尼叮当不是。你摸的时阵。第用手的重量，你咱平常重量将去抹较面遐低，对不对？就是讲，你这，你下子，你下子，另外你这行行在这里，你到这里，如果把手放到这有无？到这，我再这样子，我再这样子。先去到这里，有无？来，你手摸对，摸了，先先手免伤啊，你这来来，这样子，先先是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小小的，那是特别，那是。3、4、5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么简单。7、8、9，来，宝贝放下去，你看过？有点时间了，是安尼其他来做。比如讲，咱今日教老师，谈过来听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安尼无学就是怎办？我把这个来，我来看一下，来，这个不，看看，我现在一个，我来看看不，来一下，来这几个，来一下，美丽的，来这几个，这几个，一把，把它往过来放下来，一把到家里来。好不好？来，我再放这里。来，你好。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放平。你这倒手就来放咧，倒手会放咧倒放咧正面的部分。较细，你看大，愈细愈好，免伤大，只要下咧轻咧，头体过正平。哦，这样，你安尼起
头壳起来以后，安尼得啊，安尼得啊，安尼得啊，你算到20，头壳哎，袂记啦，头壳起过安尼，安尼起过，算到20就好。来，你家己做，好啦，慢呢。安怎做吼？快点呀，快点呀！正手放倒边，倒手放正边。我手底下是无看伊出来，细个个，我无了断气噶，我无了干。来，慢慢往后靠向。所以是是安尼，哦，安唔对啦，吼，对啊，你种的对咧，跟伊专业啊，咱在咧讲，所以两种，一种是你手摸安尼，但是有时候你经过来是蛮艰苦就是，你着一手放咧倒边啊，倒手放正边啊，放头壳起关到袂平的角度，袂平就好啊。听下第一方是叫做筋，唔是叫做打。咱刚才讲吼，查甫囝仔较爬起来，较勇敢，听爱忍耐，听唔通出力，听唔通讲揪落去。我讲较有可能的，这上好玩。听下第一方是讲叫做揪啦，要不然好袂听，讲听过了揪，对不对？这个代志，安尼好，是安尼较安全。来，手，来，比如讲我看这个。中未来讲，伊摸咧较艰苦处，咱就该头咧手诶，手放下，来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来，你头壳往这样，这边，是不是？到这有无？没啥，好，要往下边，这边较大，然后来手放，手放咧这样，来，手放咧后这样，快点，把这看到前，头壳低过来，你身高比较往哪上？送出声，爱送人家上一点，来，一、两，头壳面慢慢紧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再叫平哦，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来，你像很多个往这边，他都往这边，看这里，有哦，你来你慢慢做，哎，你光比安尼啊，对吧？安尼，所以关键动作，你看啊。因为伊肩胛头、身躯遮个筋嘛较软，所以摸安尼会当入。咱才在个种就有可能有啊，肩胛头较硬话，身躯较平，你无适合安尼摸上了吧？这安尼哦，唔免大个，唔免上头房是安尼。成个头光光，你成个头太戆呢，对不对？比如讲你唔敢行伙啊，管上行嘛，你若行无适应。往这边看，对不对？是安尼看，还是安尼呢？我们也硬势，对吧？所以你像安尼做一种稳定的干，好。这个是头后面这个动作，小强，手摸的吼，这头壳挺小块，你的后头去定着你的手肚就好啊。但是唔是安尼啊，安尼尔。听听，你做这吼，唔是安尼哈，无手拢袂紧张，手拢袂紧张。咱头啊，这个动作可以经过一条肌肉，咱脚底看这条肌肉，这条肌肉后这个骨它跑过头前，生到规个头这边。所以吼，看安尼，你看我咧手夹起来，看到无？因为我遮办的。啊，这个动作就是啥？咱咧手咧摸物件，比如讲我用这条椅啊，是我两个肩胛头爱夹咧，我就要靠摸。我夹咧，是头前个头爱夹入来，后头这条把爱夹入来。
啊，对一个物件咩安尼叫？摕一个电筒，摕一杯水，摕一个物件，摕块头发，一支笔，拢是用一定爱近的，近一定爱近的啦。啊，那去踅街咧，查某男生，哦，那个男生的胸围，可能比较应该扣一下，女生都可能的，衫啊、裙啊，可能会扣一下，拢摕一个物件摕做。用安尼啊，咱去踅街咧，紧衫诶，紧啊紧夹咧，紧啊紧夹咧，大家拢安尼啉诶，愈食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去菜市买菜，说到咱物件要买，头前买手，较讲话只手，今天可是买手，只手，摕钱互人交咧，对不对？互人会买手，对吼。你们属下，跟我们比赛是很难考。所以这同学他会让前面者，会让前面者，但是前面者跟前面者差很多。你会考生他爱袂袂简单，有个人要做样呢，我若考生他对你简单嘞，他就走啦，就跑掉咯。所以咱如果让前面者，哦，接下来，那个填大堂。咱讲红色的部分是讲来种田干，比如讲把种下来，下去，咱卖天来大家只要平常计划着，只要就卖天6应付来，会看起来去看卖吼，大家6应付来，会看起来去看卖吼，应该他做起来，安尼是另外把它做啦，对不对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往下加。放平。往前加，往后加，是不是等于我顶翻的吧？安尼肩膀以下的肌肉，安尼夹起来，前面的肌肉、中大肌、后面的肌肉，有些边安尼做吼。我用这个来解释，我这手脚从两滴，我是不是互这个把肩膀慢慢掉这就好啊，就连起来。所以我按这个肌肉的收强嘛，所以大家。这个去看卖呢，骹卖，骹打咧动骹，来1、2、3、4，轻轻啊做哈，1，再来2、3、4，啊你手尾是无出来咯，毋是安尼哈，毋是安尼哈，无啊，你看吼，刚才出来了，1，你手有出来无？2，再来。向前3、4，安尼尔，好，你即摆来，你即摆做，你这样无啊？你个倒边这样边行做，刚好就安尼。太阳对手无？我就安尼。安尼嘛？为啥唔在用正边，就在用正手讲咧？你像吼，我的正手架起来，佮弹得出来，正嘛？啊！你动正手讲，关键下面肩胛头，肉是肩胛头呢，我讲嘛肩呢。哦，你来即看嘛，你看正手讲，你的正面的肩胛头，迄个肩的情形，你正手放下，哦，对手去讲，哦，对手去讲正面，对手去讲正面，做一个身材呢。这手法的。所以人讲哦，我你讲足定的呢，是真啊假的？无比较是真的啦。跟你这样讲的啦，你看那吧，那你看这干嘛这条？太这条就稍微讲一条，啊这条嘞，好在咱的这个你蛮喜欢，到那红棍，啊这5条画起来，有它比较线条，
逐条有相切，逐条嘛相切，都嘛相歹。所以有诶所在，所以有人会啥啦？有人是我手举起来，忝伫遮；有人是手举起来，忝伫遮，代表两个人是无共的，伊手着无共的肌肉，所以毋是忝会走。所以就来讲是，你啥物动作会忝伫倒是无共的。但是咱一般来用大高要上来咧，你咧跟我相像，你忝伫遐，也无代表两个同款啦。所以有人是遮做问题，有人是受伊牵啦，无对吧？按照有种人帮忙做咧，是较无差。但是莫做紧，袂使紧就是有影。这个动作就是先做啥？先做咱头这个肌肉。这个动作做啥？做肌肉，有无？啊，这个是安尼啊。这两放轻松，所有动作轻轻松松做，唔忙做上紧，做较慢的，做较慢的，这动作是讲做安尼尔，做后边尔，唔免安尼，无啦，做后边就好。因为咱遮济运动就椅啊，这个安尼做。来，咱这动作要做啥？你简单的发动，为什么？其实，咱年纪的增加以后，咱的腹肚吼，根本都无力。啊，如果无力，人就哭。啊，人做咩办？其实，人愈哭，你看吼，我人若哭咧，我手袂到遮尔，真诶哦。有人咧试看觅，哭来举手。这个时候长腿就比较。来，借我一下，你看啊，你看那个，一两股股，三股股，来尽量点，一样是活，两到这样，能量活，来这样的，你到这样，你讲跳舞无？很困难，你跳 OK， 就这样子，我后面那个，后面两个差不多。所以咱有会时阵吼，咱人有会时阵吼，你做点兵嘛，就兵器以后，做点角度就无去啊。所以猪吼，是台湾的猪是猪大只细只，厉害较无厉害啦，轻甲软较红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讲，这个动作做啥？练做咱的腹肚，练做咱的腹肚。我请大家开始啊，大家练。咱即摆吼，比如讲我坐咧对不对？安尼，来，正起来手来看我，下来手来，拢看电风啊，目睭看我，目睭拢看我，如我较会好啦，吼。啊，你看我，前巴我做做啦，你分两个方向来，伊过来你的，咱的正边，目睭拢先看我，手放落来，我是咧记号头去看，啊，讲前边正边。所以手拢放面上咧，你看哦，往前拿落来，正起收落来看我，唔看天空，无看天空，目睭收落来看我，收落来，来，再来将好，真正边手，我是记号头来，手拢放面上咧啊，来正边倒边，手拢放面啊，来开始哈，1、2、3。这边4，来，头前1、2，这边3、4，来2、3、4，这个是很难念啊，这是头啊，而且这前空发动，因为咱刚空调的嘛。所以腰甲无关系无要紧啦，所以咱个肠胃运动，好拜拜，出来，还3点200个好。
卡拍起来，是规卡边这卡要拍完有规，安尼，这个是咱坐伫，咱若去游览去坐电车那边，伊变落车哦，我们已经到休息，要休息站啊。但是一般是讲上车睡觉，下车尿，要不要？他们有上面来，有先讲看的，他这样他的他来很好。来，一，免紧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但是吼，千万你若坐咧坐咧椅啊，你着做唔到。有啥物规划就设掉了，我哪来坐嘞？就没有了。所以咱今毛讲讲吼，坐车坐成不该起来顶上太妙妙，有咩去当？考生了不？考生在考试的人没压力，有咩去当？所以在现在人坐了好警醒哦，这样比较不好，因为摩擦面积变大，摩擦面积变大，所以吼，咱去坐的时候，我坐咧。啊，佢嗰度車講成嗰啲什麼樣啲人咧，那啲大邊頭吼，即係觀察他很快呢邊嘛，其他都哦。即係做成你講啥？個個動作上困難，一、兩、三，個個上困難者。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变过来，变刚才方向对不对？这出来嘛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人坐好平，来停呢，一、两，慢慢呢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对不对？按这个这动作更好看，因为这动作是这个，这动作嘛。那来，搞到后面要单，搞到简单嘛。一，往里边，往它，两，再来，三，再来，四，来，五，再来，六，七，对吧？上摆一样就是，咱就头倒瞄准，去更爱徛咧坐。要来你做啥？你紧张啊？拍大的紧张是黄的还是黑？拍大的紧张高更是黄的。所有的东西晒完后面是先黄色，先往黑。所以真正的你看看那个金浆是香水哈，来看这里面，还有几种做法，就是用硫磺地粉粉，这个用硫磺呢，这个是其他物件，会加一些色素。你像吼，咱的玫瑰花，拍打底大部分是先从这个那个颜色那么漂亮，这种处理过的，所以咱这个也做点花茶啊。你讲技术它弹奏完物件，伊水分较多较水无，一定会较乌，会较暗，是安尼讲。所以其实这样做者外面卖的很多东西，嘛是讲伊黑心，因为啥嘛？伊要维持伊个色味，甲伊个美观美。咱来讲，我看到前面就是想讲伊咧做有机，做有机栽培，讲这个虫乐园为虾米？我无下药啊嘛，啥想要来？糖啊，所以刚才讲，我今日你开到讲一个笑话，讲我若种只地菜卖，迄条300块，你老骗讲我少，顶房搁遐买嘛，有糖价的，我要卖你300块，你也无10块尔。你要卖讲，你50岁岁大概你买着300块细了，搁无米。你300块无米，迄条较野少。有机的有那么丑吗？